你有冇試過佢哋經歷？聽完一個故事或者睇完一套戲，突然之間覺得佢成個世界觀都好似被動搖佢哋。但呢種感覺，我哋點樣證明到佢呢？我哋又點樣去衡量一個故事係咪真係有改變緊呢個世界呢？呢個就係我哋今日要一齊拆解咗謎題，點樣衡量嘅事變革。聽落去，佢根本就係不可能嘅任務，係咪？你點樣可以為一種感覺、一種信念或者一種氛圍嘅轉變貼上一個數字標籤呢？呢個就係我哋今日要一齊去探索啲嘅。OK， 就好似任何偵探故事咁樣，喺我哋開始揾線索之前，一定要搞清楚我哋要揾嘅目標到底係咩。所以喺衡量影響力嘅時候，第一步就係要好清楚咁定義我哋嘅目標。而呢度有一個超級關鍵嘅分別，一定要搞清楚。好，我哋先嚟分清楚呢兩樣嘢。一個故事其實就好似一粒石頭咁，但當你睇咗好多成千上萬粒石頭鋪埋一齊，變成咗一條路，嗰個就係武士。佢係由無數個故事一齊建立出嚟嘅一種文化常識，係我每日行緊嘅路。但我哋好多時根本冇察覺到佢哋存在。呢個就係武士最勁、最驚人嘅地方。有學者叫佢做權力嘅第三張面孔，意思就係話佢可以決定邊啲議題根本連被討論嘅資格都冇。你睇下，例如喺一個環保一定會犧牲經濟冇嘅時底下，好多氣候政策根本連上談判台嘅機會都冇。所以改變嘅事唔係玩文字遊戲，其實你根本就係佢改變成個遊戲嘅規則本身。OK， 既然冇事咁勁，又冇難睇到，摸唔到，咁我哋應該點樣揾到佢留低嘅蛛絲馬跡呢？咁啦，偵探帽戴上，我哋第一個挑戰開始啦。呢度有個好重要嘅心態，要先調整一下。我哋唔係要做法官，揾到嗰啲鐵證如山嘅證據去證明就係 A 導致嘅 B， 因為呢樣嘢幾乎唔可能。我哋嘅目標係要證明貢獻，意思即係話，我哋唔係要揾到掟石頭嗰隻手，而係要去追蹤佢起出嚟嘅漣漪，到底有幾大，傳咗幾遠。佢好彩，前人已經幫我哋畫好地圖啦。呢度有一個好清楚嘅4步驟計劃，佢就係我哋追蹤變革嘅指南針。呢個過程其實就好似冇追蹤漣漪咁擴散。第一步，從源頭開始，你丟落去嘅係咩故事石頭？第二步，漣漪擴散到邊度？有邊啲人聽到嘅？第三步，水面下嘅動靜，人哋嘅睇法係咪真係有被影響？最後都係最關鍵嘅，呢股漣漪有咁大到足以改變成個湖泊嘅生態、文化同結構，真係動搖嘅未？好，我哋嘅特別嘅一啲第二步，觸及範圍。呢度真係超級多人會卡住嘅地方。我哋成日發咗一篇貼文，見到 like 數破表，觀看數有幾百萬，就覺得 oh yeah， 開香檳慶祝啦，任務完成。但係真係咁簡單咩？但係就好似專家提醒佢，呢個係個天大嘅錯誤。嗰啲靚數字，講真，其實只係話俾你知有幾多人知手指劃過你嘅內容，但係完全冇話俾你知呢件事究竟有冇入到佢嘅心入邊。佢只係個故事嘅開頭，仲差好遠先到結局。所以如果想攞到故事真正嘅結局，我哋就要放遠嘅目光，開始去觀察咗更深層、更長遠嘅文化轉變，嗰啲先至係真正影響力所在。佢嘅文化轉變嘅跡象係咩呢？首先就係語言。你睇下，我哋係幾時開始由講氣候變遷變成講氣候危機？又或者喺社會工作範疇，由叫啲人做問題少年，變成話要扶持青少年？語言嘅改變就好似思想改變嘅第一張骨牌。跟住我哋就會見到公眾態度嘅轉變，新嘅社會默契出現，甚至最後連法律同政策都會被改變。好啦，目標鎖定咗，喺我哋偵探工具箱入邊應該擺咗咩叫火呢？基本上我哋需要2種工具，一種係答發生啲咩事，另一種係答點解會發生。你可以睇咗，量化工具就好似一部空拍機飛到好高嘅天上，佢話俾你知發生咗咩事，等你睇到成片森林嘅全貌同變化嘅規模。而質化工具呢，就好似你真係着住登山鞋行入去嗰片森林，跟入邊嘅動植物傾偈。佢話俾你知點解會發生，等你明白背後嘅生態同意義。呢兩樣一定要夾埋先可以砌出完整嘅真相。佢具體嚟講，我哋嘅空拍機有啲咩啊？就係民意調查、問卷、社群媒體監測呢啲工具，佢哋可以捉到大規模嘅數據。
咁要行入森林嘅工具呢，就係深度訪談、焦點團體呢啲方法，等我哋可以坐低好好聽人哋講佢哋嘅故事。OK， 地圖有嘅，工具箱都準備好。最後我哋冇傾下戰略，因為呢件事真係唔係短跑衝刺，佢係一場需要超強耐力嘅馬拉松。所以俾所有而家做緊呢件事嘅朋友，我想俾個策略上嘅小建議，由你可以掌握嘅線索開始，慢慢睇，然後一步一步擴大範圍。永遠都要記住，航拍機同地面訪談要一齊用。仲有，拜託你一定要同你想了解嘅社群一齊揾答案，而唔係當佢哋係研究對象。但最重要嘅，真係最後一點，要有耐性。真正嘅改變唔係用日或者月去計算，係以年甚至10年為單位。最後，我想用一句好有力量嘅說話嚟做個總結。我哋可能永遠都畫唔到一條由 A 到 B 嘅完美直線因果關係，但係所有證據都指向一個結論：如果冇人刻意去講新嘅故事，去建立新嘅事，冇咩都唔會改變。佢就等我哋將鏡頭拉翻去你同我身上啦。佢哋都有關行數理事件嘅喺事入邊，你覺得有邊一個已經準備好迎接一個全新嘅故事未呢？